后来，这个屏东家家有13位的受刑人，看新闻知影讲，伫咧代替台警察的案件，帮忙掠凶手的铁路正义哥罗伟，厝内底有困难，所以就家己咧导游工厂赚到的作业金3万多块，寄到屏东邦寮的派出所，请所长转交予罗伟，好环境是真感动。 我们曾经是一群社会里的麻烦制造者，从前的生活毫无目标，以及价值观也偏差，也为这个社会带来了不少困扰。如今也正为从前的不当行为付出代价。 故事的第一幅互警员看了目眶红的批开始，屏东家家的13位受刑人，因反省的字句，也阁有31000块的作业金，指名要互被网友称为是铁路正义哥的罗伟。进来，快有拿刀子来，进来！今年7月，行动转代代替刺警案，在北军团担任中事班长的罗伟，当时协助制服杀警凶手，随后发生不幸。罗伟伫春日乡的老厝，年初时阵发生火警。 爸爸妈妈的身体拢无好，厝内面临困难。13位伫工厂制作导游的受刑人，对新闻查这个情况，决定要将这赚来作业金拢捐出去。收到捐款的妈妈真感动。谢谢他们这份诚意啊，这样已经帮助到很多不幸的人。想把这一份，这个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分享出去，这样子。 这受刑人的善行，嘛鼓励曾经犯错的人，会当用家己的力量带予社会温暖甲爱。